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摆上，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诚实的心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上帝喜欢我们的祷告，他也愿意成就我们的祷告。新的年、旧的年，不管怎样的年，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你的摆上，上帝都愿意听。上帝虽然过去的日子是有沉重的苦杯，是有满满的忧伤，也是白白的艰苦，阮拢知你替阮担当，你要用你备办好的救恩来拯救阮每一个在座的人，是大汉的，是老的，是少年的，是细汉囡仔。你拢要听阮对心底的祈祷，阮真欢喜。你用奇妙的恩典加看阮每一天，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安慰，逐天甲阮伫地，你的恩典也逐天甲阮伫地。无论是暗时的时，早起时，阮困精神的时，阮拢知你的恩典满满甲阮伫地。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阁互阮有一摆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院，唱歌、学乐、献上阮的感谢的祭，伫你的面前，阮愿意将这个时间交托伫你的手。阮看见，阁有还未来的兄弟姊妹来伫阮的中间，阮要求你的圣神也保守因一路平安顺遂来到你的面前，也甲阮做伙会当唱歌、学乐，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平安。平安。咱用感恩的心来吟这首所有美善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拢请为你，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日，互主甲叮当行过这的日子，拢甲灵影真美来的心里。虽然过去的年日渐满心里，艰苦过日当那别着咱，主啊，拯救阮受拍惊的心志，用你为我备办好的救恩，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拢奇妙这看，无论如何拢放地安慰，地早起早体会一个心灵，上帝这脚会甲咱相同行，老师
主啊，阮接受你慈爱的成就，我要专心尊感谢来领受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拢奇妙着他，无论如何拢帮地安慰，你安息在其每一个心内里，上帝着他会甲咱相同行。我们去钢琴继续，这是一首歌，是一个牧师伊予纳粹掠去关伫家里的时阵，伊当年所写的批，予伊会当，予伊的家人予伊的厝内底的人，伊当年拢相信上帝奇妙的恩典在遮看。伊的歌词甲咱新圣诗605首的歌词拢介共款，我会感觉伫新的一年，旧的一年要过去，新的一年要来时，我相信咱的名字的每一天新的日子，上帝拢要赏赐，互咱伊必办的救恩。所以咱唱的时，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用感恩的心来吟。第一节，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拢渐渐为你，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日，互主甲咱同行回家的日子，可甲你。为爱的心意，虽然过去的记忆折磨心灵，艰苦过日当打别着咱。你会使甲主讲，主啊，阮受拍惊的心志，愿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将这个重担放伫你的面前。所有美善力量，拢奇妙着他，无论如何拢帮地安慰。你安息在其每一个心内里，上帝着较会甲咱相同行，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拢奇妙着他，无论如何拢帮地安慰。你安息在其每一个心内里，上帝着较会甲咱相同行，上帝着较会甲咱相同行。主上帝，阮阁感谢你保守阮伫每一个新的日子，无论是伫年尾还是伫年头，阮拢
领受你所赐的稳定。阮感谢你的保守，愿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你也拍开天的门，并了你的稳定伫阮的顶面，互阮满满的祝福。阮感谢你，感谢你安尼稳定，愿愿意白白来领受，互你的稳定，诚做阮称做义。感谢你，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互咱，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阿门。咱起立，做伙来学咯，咱的主上帝。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稳定是要白白互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做义。你若嘴内承认伊的，就要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做义。你若嘴内承认伊的，就要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来，大声吟上帝稳定。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相信，就会称做义。你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相信。就要称做义，你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为了相信，就要称做义，只要你就要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相信，就要称做义。你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感谢主，请你甲边的兄弟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有主的稳定，互咱的时，你有喜乐无？你有平安无？有。OK， 那安尼咱就爱逐工笑眯眯。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的拜笔，主捌讲，囡仔伤心的人，要来亲阮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来求主的确带路，咱着笑眯眯，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的拜笔，主捌讲囡仔
伤心的人，别来亲阮伊要受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请你甲找5个人甲伊讲，有主恩典，咱就笑眯眯。请你去甲5个人讲，有主的恩典，咱就笑眯眯。有主的恩典，咱就笑眯眯。请你甲5个人。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摆臂，主捌讲起那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施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较带路。主捌讲起那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施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主捌讲。主捌讲起那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施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咱将普阿声归予咱的主上帝，你会使坐，你会使徛，咱要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这个呼召是荣耀的，这个呼召是咱爱将家己当作活祭，献予咱的主耶稣，伊就要使开力予咱，予咱活出伊的呼召。勇敢，新的年，新的目标，要行的路来行。将家己奉献，才做活祭。主上加贵重的器具，主你奉献阮，为要唱着歌啊我，予我天父来，将我家带开来。将家己，将家己奉献，才做活祭。做主上加宝贵的器具，主奉献阮，为要唱着愿啊我，予我器具来，将我家带开来。搁句双手，搁句双手，我乐你我主。你会使举起你的双手。全心全意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手采并来走，将家己奉献，才做活祭。在主上加贵贵的器具，主奉献阮，为要唱着歌啊我，予我器具来，将我
各个双手握了咱的主，大声来宣告：我愿意专心全人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只应该好调，勇敢。各股双手，各股双手，握了你我主，专心全力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只应该好调，勇敢，走彩拼来走，大声宣告，军队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搁一摆宣告。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军队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各股双手。各股双手，握你我主，专心全力献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我只应该好调，勇敢，走彩拼来走。一生一世，一生一世，我只应该好调，勇敢，走彩拼来走。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天父上帝，阮过来甲你面前，阮要谦卑诚心来祈祷，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也求你，互阮的骨肉会当得救，成做你的百姓，为听你，为服侍你，跟对你，也活出一生的意义。阮愿意将阮家己献上，当作活祭来互你使用。阮愿意专心全人来服侍你，愿你的旨意得成，愿你也成全。成就愿一生的意义是要勇敢所差的标来走。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帮助阮谦卑较无的心听你的话，佫会当谨慎来遵守，帮赞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安尼来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这是咱来共读主所教示咱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顶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咱这是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74首，这是中心出发的日子，请起立吟全首。这是来启用上帝的话，启用文17篇。咱三个来启用，上帝啊，人着伫世间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道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殿里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要用你的厝，你的圣地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欢呼。你万福土地，落雨万福，互土地真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用结满福。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落大雨，水，土地软软。你使五湖拢作好大，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回对我有你的地，连旷野的草坡嘛油咧滴。山头用花意做花，草坡用羊粪做衫穿。山头用木布做花套盘，伊拢花意写吟诗。这是要请圣乐队来吟诗学了上帝，进入我心。
咱即时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小朋友讲要来念圣经，有咱请上台。我先念台语，念一解吼。我用台语先来念一解。马太福音书6章11节到13节。11节，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过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炼，救阮脱离迄个邪恶的。咱请小朋友上台来用国语来华语来念一解。咱即是要请牧师来证道，今日证道的题目是主的祷文，系列3：认真祈求，谨慎生活。各位兄弟大家咱请小朋友先稍等一下好无？咱请我们所有小朋友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们做祝福祷告，咱常常爱为着咱的细囝来祈祷啦，咱即马对每礼拜咱邀请每一个学生囡仔，因会当念圣经，伊嘛会当含咱做伙敬拜，所以咱会当做伙伫祝福中间来为因祈祷，现在再多一点我们一起转过去，我们求神来赐福我们。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上帝你引带阮，拣选阮。互阮会当真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儿，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在你面前要再次将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等因来到主你的面前，是带着欢喜的心灵。阮嘛要学习，亲像这细囝相款，用欢欢喜喜的心对阮做伙来到主你的面头前，这种的心志，就是较无主你的心。愿上帝你将智慧、将喜乐、将望赏赐伫这细囝。互因平安熬大汉，嘛互因伫上帝你的教会的圣工的顶面，会当托住因，互因有教义的气力，继续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干净。阮搁一摆将这细囝交伫你的手中，也愿上帝你赐福因，通过伫阮的教学，通过伫阮的陪伴，互这细囝的信仰的生命，若平安大汉，嘛互因真做家庭的祝福，赏赐互因，若真做教会祝福，嘛会当真做社会家庭。甚至父母上大的帮赞甲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再次祝福他们咱真欢喜会当参加做伙来敬拜上帝。咱伫上帝面头前，咱嘛着常常学习操练咱的祈祷真感谢上帝，咱每一礼拜，咱拢是用着感恩的心，做伙为着，互咱的生命会当伫主的面前得主的欢喜。今仔日牧师要做伙，含咱做伙来分享，继续咱伫2礼拜前2、3礼拜前的中间，咱咧探讨一个足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安怎样来亲像主祈祷。主安怎祈祷？PPT。好，咱经过2摆的讲道，牧师含咱分享，主耶稣教导咱祈祷讲，恁祈祷着安尼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重。我用这是咱的现代台语汉语版
好，咱一般咱和合本是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咱探讨三个最重要的问题。Hello，PPT 帮我点一下。好，唔通妄称上帝的名，对不对？好，这个他可能又跳开来哦。第二项，唔通利用上帝的名；第三，唔通亵渎上帝的名。咱讲不要妄称上帝的名，就是讲咱在嘴里咧祈祷，但是我们心里面却魂游向外，哦，那飞去外太空赶快吼。但是你嘴要跟你讲主啊，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啊，你是听到对人咧讲，这是妄称，哦，你没有真正的用你的心，所以嘴里祷告，我们的心里面要怎么样？要一致的，哦，这不要做一个妄称上帝的名。第二项，咱唔通利用上帝的名，无须甲咱讲咱的行为，甲咱的啥？甲咱所求的上帝的心啊，爱安怎？爱一致啦，吼，爱一致。第三，唔通亵渎上帝的名。咱讲，咱唔是靠着律法在夸口讲哦，我安怎？我做了偌好，啊，但是事实上家己却安那在犯罪。安尼你的祈祷，迄是亵渎、亵渎神，吼。所以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等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咱就把握这真重要。等咱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的名不是只有我们讲得出来，而是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对咱的生命来对爱当挖出来。好，第二，好，下一页，好，下一页。好，咱讲起教会，咱伫基督的中间的人，咱就爱为着咱家己本身会当尊叹上帝心意的教会。所以咱伫基督中哈，讲啥？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看法。咱是啥？咱是上帝国降临，伊施行伊的主权伫咱这世间上。所以咱要安怎样？教会就爱尊叹伊的心意啊。所以我要问各位，你的生命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心意？咱不是来教会，跟他哦听。这是敬拜团，这会唱歌、娱乐，然后我冇来祈祷，我冇来奉献啦。但是咱的心意，咱所做的代志，却无尊叹上帝心意咧行。所以安尼就无法度通互上帝国、上帝旨意行伫地面上，那亲像伫天里相款。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教会内底，咱每一个人拢得爱学习，要安怎样为着会当建立一个好的生命的素质，甲教会文化形象，这文化形象拢是对倒位来？从哪里来？从你、从我、从每一个人身上来。所以教会文化，咱对这人的内底，咱就看会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安尼咱才有法度通，互咱的教会真正尊叹上帝的心意。因为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唯有实现天国上帝主权伫地面上，那亲像伫天里。我要问你。你的家庭吼，你要处理的时阵，你会感受到那种不平安的氛围吗？或者是不开心的氛围吗？会不会？那会的话，你会感觉安怎？这内底的人有问题嘛？对不对？就是因为里面的人出了问题嘛。那我嘛咧想啊，咱若进入教会吼，咱教会要为着要互这间教会成做一个那亲像上帝临在、上帝同在的教会。进到教会，上帝有没有因为我们，因为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看见了我，而看见了神？那不是看到这大叫教会见到要看到上帝呢？不是呢，是因为内底的人，互人看见。所以咱教会大叫教会，咱自要建堂开始，牧师就一直甲咱讲，咱是要起造一间足水的教会，还是要起造一个内底的人有疼心？有愿望，所以甲你边仔兄弟看一下吼，甲伊讲，你这礼拜过了好无？哎，前后说一下哦，你这礼拜过了好无？爱问候一下嘛，对不对？好，所以咱咧讲平安，真欢喜看到你，兄弟姊妹，咱是抱着一粒期待讲，伊若艰苦的时阵，伊若艰苦心，甚至面悠悠的时，你得爱安怎做？你可以为他祷告，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Hello， 这位姐妹，这位弟兄。我们楼下有代祷卡，记得去拿一下，把你需要的代祷的事情交托给神。他不敢讲，他不敢跟你讲，没关系，你请他写个代祷卡，
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咱即摆咧做的工课，就是爱互教会成做上帝的心意，行伫地面上，哪亲像行伫天里相款。所以，咱对两处的分享，得教导咱，互咱明白上帝安怎样透过主耶稣基督，安怎教导咱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来，咱甲解一下，伫教会亲像伫啥？所以进入教会的人来欢喜，进入教会的人，你着爱有责任，要安怎起造一个上帝欢喜的教会。所以兄弟姊妹，我常常甲咱讲，咱毋是干那伫教会，咱着安怎？伫社会上，伫家庭的内底，是咱拄着环境的内底，上帝拢要通过咱来祝福别人。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互伫地人哪亲像天人的旨意会当来实现。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看耶稣所讲最后的这祈祷，伊讲：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我特别用这台语汉语版咱咧讲的吼，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我过去细汉的时阵真正听无，就算会晓念，我嘛毋知影啥物意思。但是我看这个现代台语汉语版讲啥，求你赦免阮的辜负，就是讲阮有辜负，我们有辜负神的地方，求神你赦免我们。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意思就是讲你们要怎么样对待别人，要怎么样？要饶恕别人，红偏较有福气啦。这阮妈妈上爱甲我讲啊，我来上气的时阵细汉的时阵，我若咧牙讲的时阵红偏较有福气啦，唔免看人争黑啦。我就觉得，妈妈你怎么有如此心胸宽大的精神？她说就是耶稣。所以兄弟姊妹，主耶稣的祈祷讲，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最后，伊讲：求你唔通互阮含乐担当袂起的试探。这台语汉字无得带阮入伫试啊，没有带领我们没有让我们进入那个什么试探当中啦。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上帝爱咱会当脱离一切所有世间上的歹。就是望咱的生命会当得到上帝的荣光，因为你若看华语的新标点和合本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还有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留兄弟姊妹11节伊讲起，咱无得为着依像，无得为着你所生活的需要来去看路啦。你会想讲？无看路，我逐工拢会想着我的工作，我的下一餐我到底该怎么办？这敢是正常的吗？这不是正常的吗？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到31节。圣经话讲，所以我甲恁讲，唔免唔通啦，唔通为着生命的忧虑，看路要食什么，啉什么，为着身躯要穿什么。生命敢无赢过这咱所食的食物嘛？身躯这个生命，敢无赢过你所要穿的衫嘛？恁看天顶的飞鸟，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住伫册仓，但总是恁的天父要搁安怎，甲伊活咧，甲伊养饲，对无？恁敢无比这飞鸟搁较贵重嘛？恁倒一个人会当用看路用岁数来加增加一岁咧？无法度，无人会当做。你何米可为着咧生活，为着你所需要来咧看路咧？我真爱听见即个金惠姐伊伫咧捡即个回收的时阵，有人嘛会甲伊讨钱啦。我讲人甲伊讨的时阵，你拢安怎做？他说他拢说，我跟你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怎么有钱？你跟我一样去捡回收啦。我讲不错，你的积极这种正向的态度非常好。他不仅心里面希望帮助人，他也希望帮助一个人，当伊伫忧愁为着伊的生活咧看路的中间，帮助伊要安怎来活落来。所以兄弟姊妹，
上帝一直伫咱的生命中间咧教导咱。圣经安怎讲？然后我甲恁讲，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呢？所以，咱得安怎？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谓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你们需要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了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兄弟姊妹，我真爱这段圣经在。虽然上帝会给咱供应，但总是却因为咱需要通过甲上帝关系内底定心建立。其实这段圣经在咧甲咱讲啥物？咧甲咱讲起耶稣爱咱成就伊的国家义，毋是为着家己，看咧比教会比上帝爱成就的心意更较重要。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当咱人伫生活、伫家庭，若处得无好的环境，甚至拄着困难的时阵，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常常就爱靠着祈祷。靠着祈祷，要祈祷啥？毋是简单求上帝帮助咱，是要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来成就伊的心意。有了解无？毋是要帮助咱解决咱即个问题，咱是咧讲主啊，你若要帮助我经过即个困境，我相信你所帮助我经过即个困境，要成就你的心意。所以你若看今日咱的周报内底吼，咱真欢喜妙玲姐吼咱搁一摆普啊声，将荣光归给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感谢神，我们拍手是说，上帝啊，你真的太伟大了。当妙玲姐牧师跟同工一起去探访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要进入手术，他为了他的胰脏，他是得胰脏癌。你知道胰脏癌在整个的全世界，在癌症里面是最不容易的，因为它最难找到底出在哪里。就算有些时候医治好了，还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是很难处理的一种癌症。可是我觉得神已经让我们看见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当时候我刚刚我敢讲，我嘛赶快，亲像之前牧师咧甲咱分享，沉默大哥一样的状况，一样的癌症，不是一样的癌症，一样是癌症，好。但是在那过程里面，咱需要是求特上帝。我跟妙玲姐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用他，你的老夜瓦命，用他的生命来回应神。注意哦，后面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咱的生命不是空空来到这个世间，咱来到这个世间拢有伊的目的。上帝目的是就是通过精算咱，要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安尼到底你爱思考，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所以耶稣跟咱讲哦，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牧师常常咧讲，有人甲我讲，顶礼拜牧师去12少教会，有一位姊妹，有真侪姊妹听到牧师讲我4个囡仔，大家拢4个孩子怎么带呀？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敢相信我4个孩子，可是现在每一天我都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虽然很累，但是我想到是5当后、10当后，这个教会、我的家庭，甚至伫这个社会内底，拢要因为这个囡仔期待是带来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我唔知影你有咧常常想讲，伫我的生命内底，我要安怎样来回应上帝？就算我即马拄着绝境、困境的中间，我犹原要透过祈祷来定心来起造我的生命，来回应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你伫厝内咧食饭，你伫本身你要困，甚至你要开始工作的中间，你有咧祈祷无？你要操练，你要操练你的祷告，操练你的生命如何来回应上帝。所以顶礼拜牧师这礼拜中间我们去这个探访这个妙玲姐，妙玲姐她说她这个礼拜可以来，
跟我们一起守圣餐，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恩典。那牧师也在祷告当中，他的先生叫做李金士，好，咱会当为着伊这个兄弟来祈祷，好，期待有机会啊，金士兄弟里要手术的中间，其实他也会害怕，因为他的身边的朋友，他自己的太太，在经历过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有我们就带着他一起来祷告。第二张乐嘛是同款，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搁一摆给咱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常常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上帝所要成全的祈祷的生命，这是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的主题。如果你想要再更多了解，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直播。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叫做上帝所成全祈祷的生命是什么？是什么？你要先探讨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上帝成全的生命是什么生命？第二个，什么是祷告的人的生命？对吗？你说上帝要成全的，到底是什么生命呢？祷告的生命又是什么生命？我们要了解嘛。这个两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成全的生命，而且是祷告的生命，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有真侪人讲啊，我是要安怎蒙福啊？你就祈祷啊。他说我也知道，我有祷告，可是都没有实现啊。很多时候咱唔知影上帝心意是啥，上帝心意就是上帝所要成全的，了解无？如果你会当照着上帝心意去做，安尼上帝会甲你成全袂？会啊，因为你照着伊的心意来行嘛。但是如果上帝要我们要常祷告，要更多祷告。更多爱人、爱上帝，你愿不愿意做啊？有些人就不愿意呢，是不是？所以咱要了解，祈祷的人的生命是啥？上帝所成全的生命是啥？上帝，什么是上帝所成全的生命？被调教过了，被修剪过了，而且要被塑造过。不仅要被调教，有些人被调教那边也嘎你要教他，他还不愿意听呢。我想让人听你耶，像牧师我才40几岁有些人他不见得要听我，他认为说你这小屁孩讲的好像把错的都讲成对的我才不愿意听你的，我也不愿意被调教，我也不愿意被修剪。那么我要告诉各位，你的生命也没有办法被塑造。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咧对咱讲话，伊安怎甲咱讲？马太福音书第7章第70到第11节，耶稣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他好像就在先讲一个道理啊，一公料他又再次讲一样的话，他说：“因为凡什么叫做因为凡？就是你有安尼做的人，凡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一开始咱想要讲像牧师安尼，讲一个知识在万，但是讲凡你若安尼做，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是你们的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太重要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要求啊，寻找要寻见，求要求得着，对不对？叩门，神要为你开门，你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我告诉你，这就是讲啥？讲到咱今日所讲的马太福音书第6章12节，下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下面辜负阮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真侪人甲上帝求讨，但是咱无愿意先安怎？先去下面人，咱嘛无愿意去看见咱家己到底有得失人啊无？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要了解。下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下面辜负阮的人，代表是啥？我们看见上帝怎么爱我们，
我们就应当让什么生命回应别人啊？回应上帝啊，干不是？你怎么回应上帝？你怎么回应人？怎么对待你？你教会有人对你好不？会不？会啊！在上帝恩典中，上帝的恩典里面，你有得着过吗？如果你有得着过，你就要回应上帝，你不要跟上帝计较啊！真的，你若跟上帝计较哈，上帝嘛跟你计较。虽然上帝袂安尼做啦，但是我感觉，啊，你跟上帝计较，上帝是要安怎甲你伺候？你都无要照伊的心意，上帝要安怎甲你伺候？这是上帝跟你计较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上帝很恩待我们。我们刚刚看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就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要赦免别人，因为上帝赦免我们嘛，透过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看见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当用什么生命来回应。这个不是回应别人，是回应上帝。好，所以兄弟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是用什么来成全应允的生命？他都让讲上帝应允什么？上帝神什么应允的神应许的生命是什么吗？是什么？是认真祈求、常常祷告、经历神的生命。咱今日主题是啥？看一下九本主导文的第3讲，什么？认真祈求，然后呢？啊？谨慎生活哈，牧师带大家一起看一下，看大家有没有在看周报啦哦。好，我们的主题叫做认真祈求，谨慎生活。所以认真求啊，那讲我们求、寻找就寻见，求就得着，叩门，我们的主为我们开门。可是你有没有在求啊？好像也没有哈，没有认真在求哈。所以很有意思哦，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要认真求，说主啊，帮助我。当我要求我的代志会当得到上帝你甲我应允的时，我恳求你先赦免我的罪，因为我对人无好，我对我的身躯边的人我无疼，我无热情，我没有改变，愿意去改变的生命。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可以领受你丰富祝福的人。上帝要甲祝福给你吼，你爱先问讲你家己堪一无呢？了解我意思吧？你讲吼，哇，我好喜乐，我得着喜乐盼望。可是，一出去外面说，我得着了喜乐盼望。你说干么样？你们讲诶，你敢真正呢？你明明就没有喜乐盼望，懂我意思了吗？所以，神如果要把喜乐盼望给你，要祝福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知道你会堪一无。啊，要会堪一个的原因是啥？要怎么做？你一定要怎么样？要先能够认罪，认真的去求，因为你的生命需要什么，神都知道，所以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先认罪悔改。所以我时常认罪悔改，不管是任何时候，昨暝3点外，我的囡仔乔恩伫遐挥哭，唔知影什么原因，哭到规个嘴，这嘴唇都红起来，好，啊，最后我讲，妈咪，他会不会是饿了？我们泡个奶奶给他喝好不好？没有用啊！我说真的没用吗？因为我的囡仔有一个特色吼，你若咧生气的时阵，你要互伊什么吼，他会先把你推开，然后推开以后，甲你撒开了，你会牙册讲伊无爱这个物件。真正，伫个过程的中间，我想讲，啊囡仔毋是就是腹肚枵爱困，啊无就是啥，无爽快就是破病嘛，这3种尔。我咧想讲，啊若看起来。那是破病，今嘛嘛无法当看医生啊，只有祈祷尔。那我就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就只剩下吃嘛，因为睡觉待会再去睡嘛。啊，但不然你就先吃好了。那我就去泡，泡完90cc，喝完了，可能是饿了，他继续哭，我去继续去泡90给我食，要食热就好啊。啊，我就无插无顺啊，无顺，高你啊。不止这样，今天早上我接到一通电话，牧师门还没开哦，7点50了，我惊醒过来，
所以我觉得神在任何时候，他会透过天使，透过每一个人在对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唯有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不用怕。所以兄弟姊妹，咱唔那爱有啥认真求的心，咱就爱安怎谨慎咱的生活。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就是咧甲咱讲，无伫带阮入伫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这就是啥？爱谨慎啊！吼，你爱谨慎你的生活，互你的生命要安怎困求上帝，求讨的上的中间，甲上帝会当有一个好的关系。好的关系自然能够帮助你的生命怎么样脱离试探。所以兄弟姊妹，你做唔对代志，你唔免歹势。你只要把你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就像牧师我刚刚讲的，我不会因为我早上睡过头，因此而怎么样。哎呦，这代志无敢讲，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凡事感谢神啊。好，如果我今天睡到9点了呢，那就更不一样了哦，懂我意思吗？可是却是在那最紧急的时候，就刚好一通电话，门也还没开。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上凡事拢有种美好的心意。上帝在跟咱讲，小说家雨果，作家，这个雨果，伊放逐家己的感情，伊抢夺伊的囝的女朋友，伊伫真短的时间，雨果轻微中风，伊的查某囝嘛进入小人病院，神经病院，伊两个囝嘛过身，伊的太太嘛过身，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要讲什么？人的试探。就算你真有智慧，但是人若落入伫试探的中间，兄弟姊妹，罪会互咱的生命会递到伤害，甚至唔若递到伤害，连你厝里的人、身躯边的人拢会受影响。这是什么人？唐朝杨贵妃对吧？伊原本是要配合这个唐明皇的囝，但却是一个非常却互这个好色的皇帝看上了所以呢，这个。最后的中间伊安怎？伊明明会当送入去伫这庙宇内底，这个真侪这个过程的中间这个唐朝内忧外患的中间，杨贵妃伊嘛成做一个足重要的人物，嘛递到侪人的伤害。兄弟姊妹，圣经内面佫有讲到什么？参孙、大卫、所罗门王，因拢安怎？他们在情感上有没有？都是受情欲的诱惑，有没有？有哦，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哦。但是咱知影，对这个人的心就咱看见，人若陷落伫欲望，人若陷落是试探的中间，必然的结果，最后就是甲上帝隔离。但是上帝疼咱，通过这个人嘛，咧佫一摆甲咱提醒，上帝爱咱，人甲人的中间，唔是互相相杀的，唔是互相迫害的。创世纪3章4章的内底，咱知影人甲人的中间的控告、伤害，也造成我们人生命的什么损失。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咱信主的人伫基督的顶面，咱就爱安怎？咱爱认真祈祷啦，不断祈祷，甚至爱谨慎的生活，爱为主来活。咱去一摆做伙讲我要学习，来对我做伙讲我要学习。认真祈祷，认真祈求，不断操练，谨慎生活，为主来活。这个概念其实足简单，但是确实会当帮助咱，互咱的信用生命唔简单，是一个单纯来参与礼拜、参与聚会，甚至用安尼的方式来咧敬拜上帝。我跟咱讲，如果咱是用一个形式的方式，形式上的聚会，形式上的亲近神，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命没有办法为你带来极大的祝福。来问一下弟兄们，我们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不是接触不到的神啊。咱的上帝，伊是享受咱生命的主，是咱天然的老爸。我要讲一个故事。古早有一个罗马的一个故事，讲起一个罗马皇帝罗马皇帝他怎么样享受他的胜利权柄
他每次咱有看过一寡影片你看到迄罗马皇帝他们只要进城的时候迄建筑物啦大边啊拢是摆足侪军队。即个罗马皇帝呢，伊的囡仔就唔捌，看到伊的爸爸要倒来看到哇军队，伊嘛共款，含伊的妈妈嘛拢坐在这台仔顶，安尼看到伊的爸爸入来，然后这个囡仔看到伊爸爸要入来就看到爸爸哇小台倒来的时阵就冲出去啦，冲出去突然间呢有一个这个士兵军长就安怎讲小朋友，这个很重要哦。这个你爸爸他是国王你得爱等伊安怎？等伊行来讲这个伊拢甲讲这个囡仔拢甲讲你知道坐在上面的那是谁吗？然后他那个官长这个军长就讲知影这是外上司啊，外国王啊。这个小孩子就说他也许是你的皇帝啊，但是他是我的谁？我的父亲啊。兄弟姊妹，你安怎看待咱的上帝？除了他是一个有权柄、有能力的上帝，牧师更期待你把他当作你的生命的父亲一样，因为他会陪伴你。亲像咱今日圣歌队所唱的诗，甲咱三较同在，咱敬拜的诗歌同款。马太福音书，上帝以爱咱，互咱的生命常常活伫。要安怎人的一生的中间，上基本的三餐生活、日常生活万项事的顶面，咱就爱操练咱安怎主求讨的心，因为咱甲主求，上帝就要安怎，互咱找就要安怎，互咱找着，拍门，甲咱开门，甚至呢，伊要互咱知影，咱就爱更加安怎。你甲上帝找，你甲上帝求，伊互咱找着，互咱求着，对无？咱知影上帝安尼对待咱嘛着安怎？别人咱期待别人对咱安怎？咱莫想讲别人要对咱安怎？咱着大声安怎？先去疼人、帮助人，用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疼。甚至最后，咱就知影什么叫做认真求讨、谨慎生活的生命。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学习。约翰麦斯威尔这个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不需要等到足够的优秀才开始啊，而是你开始了，才会变得优秀。我改换一句话：你不用等到足够的属灵的生命才开始祷告而是你开始祷告了，你的属灵生命就会怎么样？开始变化，而且会成熟，而且会稳固。蒙福，我觉得这是相对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和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更较成熟，学习操练祈祷，去看见上帝要安怎陪伴咱的生命，要安怎伫谨慎的中间、操练的中间，和咱的生命活出上帝欢喜的生命。咱这会当心来祈祷，主啊，愿你的话语教导阮。启示阮的灵，开启阮的心，教导阮，引带阮，塑造阮，修正阮的生命，互阮伫这充满着争战的环境的中间，免得受着试探。互阮会当知影要安怎样安静的心，学习认真操练祈祷的功课。互阮的生命虽然有劳苦，有重担。总是阮的生命，也要因为这个生命经历，为着阮的生命带出谨慎的生活的动力，有信心，有气力，来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因为上帝，你一直在陪伴阮，陪伴阮面对阮的人生甲生命的挑战。因为你是阮的主，是阮的爸上帝。主啊，愿你时常用你的话语教导阮的生命。互阮真实伫祈祷的内底去经历，做祈祷做有气力，无祈祷就无有气力的生命功课。愿你嘛带领阮大桥教会，成做一个传扬福音、祈祷的教会，互侪侪要未捌主你的人，通进入伫你的教会中间，来认捌着生命的功课。
感谢主，你今日嘛带领新朋友来到伫你的面头前来认捌主。恳求上帝，你赏赐智慧、赏赐喜乐、赏赐愿望的心，互因学习嘛伫你的面前，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儿。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感恩谢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个时，咱做伙来吟圣诗594首，我心免犹疑。咱做伙来甲主同坐道，来守主的圣餐。咱唱第1节到第3节吼。我心免犹疑，主是上稳我，跌倒未出现，是阮无我，我那别再困求，大行伊未交，留住那地出海，风迎我免惊，路途虽艰难，走错了一时，我一路流浪，大雨来临，谁叫清楚稳，可谁拢无稳，主耶稳在白马，大航拢无存。因我听我永免心悸，你我放散我，让我留下你。我从天归万事，让我变我心。你不管他意思，也求我高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欢迎每一位能够进到神的教会的信徒，接纳、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宝贵生命救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咱记纳归五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记纳着我当，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人三甲彼得。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夜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勒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耶稣讲，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记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即个时，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来圣洁洁净我们的生命。当你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会当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光主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摆列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血，用伊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摆着行安尼来纪念伊。
咱等下摕到是即、个饼甲杯拢是放做伙，请咱咧掠的时阵，咱先用顶面有一条透明的一条，然后咱要啉的时阵，较将即个蓝色的部分较拆起来。所以注意，第一条是透明的，第二条是有色字的请咱注意，会记得爱甲划掉无扭的中间有可能会印出来请咱注意。这是咱请同工。咱做伙伫祈祷中来纪念咱伫今仔日所领受的上帝话，教导咱要安怎认真来求，谨慎来生活的生命功课。认真的祈求，神就要赐给我们。当我们认真祈求，神不仅要赐给我们，也要让我们学习，懂得去怜悯、赦免别人。咱有这些人的，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帮助咱，咱会当学习怜悯人、赦免人。咱然后咱嘛伫谨慎的生活中间来活出上帝所欢喜的生命。咱做伙安全的中间来领杯，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咱开咱，互咱有智慧，互咱有力量。如果咱还没洗礼的人我们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可以在预备当中、祷告当中。我们教会在每一位加入的新朋友，我们都会有门徒训练课程。透过门徒训练的工作，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个信仰。当我们认识完，我们也会决志来做受洗的祷告的仪式，来帮助我们与神重新立约。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预备。所以虽然你现在没有办法领受，但是没有办法领取与主同桌，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求主来预备你的心。谢谢。你若祈祷煞的人，咱会当做伙吟这首诗食这饼，啉这杯。吃这饼，啉这杯，就跟我的因为成了梦。吃这饼，啉这杯，心可我的因为最大。主耶稣讲，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嘛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彼得，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常常会当认真伫恳求的中间学习谨慎的生活来迎光上帝，因为阮是上帝，上帝你永远的国度的后裔。愿上帝你诚做阮的主上帝，诚做阮的爸，阮毋但着爱更加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恳求你，
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嘛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甲上帝、甲主耶稣有一个好的圣洁的交通，对以后会当来荣光主、荣光上帝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免。这是咱继续过来唱读594首的第4节的歌词吼，我心免摇移。这是咱做伙来奉献。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将所有献予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听主歌主，甲主三亲交永远。我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是公道时间哦，咱公道的事项拢总有8项哦。
咱选择着4项的祈祷，第4项、第7、6项、第7、第8吼。剩下咱甲招募退转去吼，咱每一工从遮个祈祷事项，咱每一工来从遮个事项来祈祷。即个公祷事项，毋是伫咱教会祈祷尔，是爱摕转去厝吼。每一遮个代志来祈祷，咱三甲开喙来祈祷，向阮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即个教会会当而且建立，阮的教会而且到现今已经遮个硬体软体已经遮个完成，所以阮所欠缺的，阮就是阮存刑款的问题。所以感谢主你来一路来引带，阮刑款的事一直通得顺遂。感谢主头前的道路，叫主继续引带。所以阮会为教会新家庭来祈祷，愿主阮会当通过着阮新家庭的关怀，我这新人来进入教会时，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真大的温暖。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听，会当实落伫因的中间。每一个人会当来感受着主的同在，会喜乐甲平安。主阮为着我世界的战争来祈祷，叫主阮的这男人的性命，阮这青少年、这青年赴伫战场，白白丧失这条生命来祈祷。叫主你来停止这条生命，主管在你，愿主你来通过着阮的祈祷，我这战争会当早早继续结束。阮每一个人，这青年会当等于在家己的厝享受着天伦之乐，无过为着这战争而白白来丧失了生命。愿主听阮的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也要为着阮教会辛苦平定的兄弟、联盟兄弟、阿敏姐、这妙玲姐、万主姐、甲范德龙娘、甲郭仁兄来祈祷，求主你看顾因每一个人辛苦的平定，主你上了解因的平定，求主你通过阮的祈祷，互因这平定会当全然得到医治，互因每一个人拢会当通过着阮三体祈祷，互因早一日得到健康的身体。感谢主，亲爱的主上帝，阮已经将信徒的灵命造就当讲服侍青少年、教会刑款、教会关怀的作者、福音的报道、俄乌甲以后的战争，甲兄弟姊妹身体健康的排列，祈祷伫你的面前，特别阮也要伫遮要为着这兄弟姊妹身体健康的，这民红兄弟、阿敏姐、妙玲姊妹、万主姐、范德龙娘、郭仁兄来祈祷，恳求主你赐平，通过阮的祈祷，赐平安的主上帝，你会听，万国诸天，深过海洋，你来是要担当阮的疾病，甚至为着阮的罪孽压伤，你也成了阮公义圣洁的救赎，求你用你所听的鞭伤来医治阮，叫你的保护无疲劳。你是阮的牧者，阮踮伫你的怀中，永远受到主你的保守甲照顾。愿阮对你的确信，而且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踮伫你的内面，愿将有真实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即是来献举周报，咱就先讲就用司法人员，咱家己底来看吼。咱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是咱今年度第一届的胜利典，这兄咱已经过万经过吼，也有比心咱伫主的人面前所领受的饼甲杯。第二本会伫2月7日拜六举行新春庆祝礼拜21日是礼拜日。周日主日礼拜暂停，这兄这留意
即礼拜是拜六礼拜吼，大家毋通礼拜来过来礼拜吼，咱是改日拜六啊，大家爱若毋知影的人吼，咱这小组长吼，小可提醒一下吼，今仔无来礼拜人小可提醒一下。第三，咱即月2、5调花，今年度定期好会，请兄姐关心来倒。另外，本会会员名单。伫公布栏，请兄姐家己确认家己的名单，若有错误的，咱这干事这个治安兄弟来更正。第四，今仔是文图训练课程正常举行哦。参务甲同工伫这个载点，伫1楼牧师馆伫办公室哦，伫遐。愿兄姐来参加。另外下礼拜，即个2月7日新家人关怀学校正常上课哦。即个2月2是拜三，搁一个吴顺延一首哦，即我都毋知啥物意思，请等下哦，请咱牧师来报告一下安尼哦。即个小等下哦，咱才有即个2月份，即受请哦，就是校长了吴门咱搁。文维新个伊比和姊妹哦，陈某兄弟个新入吼，咱小等下，咱请牧师来甲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下面这奉献老毋对，请向贵价部经济。咱来看正手面，才有一个见证分享哦。这个妙龄老，我拢叫伊老师啦，伊过去拢做老师啦。妙老师哦，有真水的见证哦，请咱一定爱来看这几篇哦。咱希望咱会当将伊对头到尾甲看一届哦，这是一个真水的见证哦，搁真水的一个见证片哦，咱一定爱甲看一届哦，感谢主哦，咱下面的时间到啊。多谢。黎文兄这牧师来补充报告吼，他拄仔咱的周报，这个2月14号，因为拄仔好是初5啦，吼。正月初5所以咱迄礼拜有那是搁再顺延1周啦，所以写无清楚的所在吼。另外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就是咱门徒训练咱对2月18号开始，咱就会延续3个月，5月份的完成。不管我们有没有上完，但是重点我们还是会上完啦那我们会分组。分这3周，咱即马参务的人其实反应我是觉得算还不错，是让我们老师让我们的同工跟弟兄姐妹的互动，我们也要稍微了解一下每一个人他了解的信仰的本质的范围是到哪里。那我觉得我们会再做一个调整，就是分组，所以我们到5月份就会完成，2月18号开始，我们就会每一周还是正常。也请那个受训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注意一下那另外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为着几项事来带导啦就是讲咱的带导卡牧师讲这个带导卡真正请咱会当做伙来去会当去刻啦所以这礼拜因为校长了甲陈默大哥还有秀华牧师娘因去大公教会去做募款的工作，就是做义卖的募款工作。所以他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也请大家为今天他们去到大光教会做募款来祷告。另外是志明兄我们志明兄他去台北，野囡仔，咱为着野囡仔，他的儿子叫做恩雨，恩典的恩雨，那个下雨的雨恩雨科奇去台北科奇所以请咱为着伊来祈祷我相信上帝拢咧陪伴咱，诚做上帝所要动用的工人所以嘛，求上帝赐予咱通过祈祷，会当经历奇妙的事的发生感谢主，今仔日其实有2位朋友啦2位朋友，一位是这个金惠这个朋友伊是安亲班老师，伊肯定有代志。对，他先离开。那另外一位呢是丽华姐妹黄丽华姐妹黄丽华姐妹好，请你起立，让我们拍手欢迎她感谢主，感谢主昨天牧师接到他的电话其实很感谢神，他跟牧师简单分享介绍他自己，然后他本身家里面没有人，家里面都信主，只有他没有信主
那我觉得神也透过他的家人在告诉他说，你也可以去认识看看。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去领受、去学习的人。那也感谢主，也求神帮助我们。待会咱行平安礼的时阵，互相请安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这位姐妹请安。她叫黄丽华哈，黄丽华姐妹，好，欢迎她，好，欢迎她，好，请坐，好，请坐，请坐。好，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透过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关心，能够带领更多需要主平安的人、需要主丰盛祝福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认识上帝哈。那求主赐福大家。那在这边呢，牧师也要来赠送这个我们这个完成圣经填空题啊，3位是不是？好，一位是小玉，还有慧燕姐啊，够几位什么？哦，对爱丢了，对爱丢了哈。因为有教起工哦，做谨慎的生活填写填空哦哈。咱请您来到台前哈，来到台前来领奖哈。但是呢，因为牧师没有把它分开来了哈，所以请你们一起领取然后，感谢赞美主，来，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台前哈，好，咱做伙翕一张相，好，来遮，好，咱做伙翕一张相，第二张了，你徛中，对，我知道，来转过来哈，第二张了是阮教会做年长的上年长的吼，来，你客咧，来，你弄过来，你弄个客，你来做伙客咧，做伙客啊，你来做伙客，歹势，我无甲分开吼，来，咱做伙。来，李黄兄，你先。好，谢谢他们。着爱丢了吼，我感觉伊无简单啦吼，但是咱咧定定鼓励，唔简单。着爱丢了，顶礼拜吼，牧师去即个12少教会吼，因有一位94岁的老大人，伊伫倒位你毋知？伊是坐在边仔，伫遐扭摆啉，伊是初代信徒。牧师有甲翕起来，后礼拜我有机会跟咱分享，真正我足感动，所以牧师嘛足鼓励，着爱丢了。伊诚做咱教会真资深的长老，嘛真有礼貌。牧师来大桥教会，伊是上有礼貌，互我看见伊是90度的鞠躬的招待哦吼。所以伊是一个足忠诚的一个信徒。咱嘛求上帝帮助咱有伊遮好的长辈，诚做咱真好的学习的模样啦。吼，所以毋免嫌你老。吼，牧师头拄仔讲的哦，毋通看你家己老，你爱想讲你的心是少年的。会当继续为主来做服侍主的工人啊！吼，求上帝祝福，上帝用平安守护互你哦！吼，好，多谢细里行吼，细里。好，咱这是咱做伙起立吼，我们一起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咱嘛来看丽华姐妹吼，来给请安吼，问候，介绍认识你自己吼。来，我们互相请安，平安。丽华姐，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感谢主。感谢主，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好，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们，感谢主，感谢主，平安，上帝祝福你们，平安。然后咱出去做机会，然后咱出去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吃醉，听互咱自己生日快乐歌。我们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吼，咱请2月份的寿星吼，咱游玩起来好无？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咱看遐。生日快乐！因为生日寿星拢无伫遮，干那心如尔。好，咱看心如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那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最后牧师较来做一个祝祷啦吼，为着这寿星来祝祷。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
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互阮有生命的产业，就是有出世、有死亡、有阮面对主的时。主，阮感谢你，当阮为着这受请来祈祷的时，阮嘛了解，上帝你毋若互因的年岁加添一日，加之一岁，毋若阁要互因的生命阁较成熟。恳求上帝你嘛将属灵的活命祝福因、赐福因，互因更加有气力、有勇壮的生命来为主来活。也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甲因三甲来庆祝生日的时，阮知。阮嘛要常常着为着因的家庭，为着因的父母，为着因的所处的环境甲工作，常常来彼此代祷，来互相激励，互相相帮助。愿上帝你将这款的疼痛赏赐互阮。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互咱的生命毋但会当伫生活中。伫咱的一生的年日，认真来祈求，嘛，互阮的生命会当认真谨慎来生活，应献上帝的圣尊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明道。咱会记得吼，即礼拜拜六哦，咱接续即礼拜新春礼拜。